到商場同巴士站抗議，觸發衝突。有人指罵旅客同商店職員，又踢旅客嘅行李。警方拉咗3男1女，介乎13至到21歲，涉嫌襲警同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。另外有1個警員受傷。先睇睇屯門嘅情況啊！參與抗議嘅市民多次來回屯門市廣場同埋屯門時代廣場，不時有人指罵旅客，又要求政府打擊水貨走私。唔少商鋪閂門，有人就同店主對罵：我要買，我哋唔做狗生意。佢哋之後轉到城巴，開往深圳灣口岸路線嘅車站。有人唔俾旅客上車，並且用鐵欄阻止開車。有等車嘅內地人被指罵。對，我的東西被別人踢下去了啊！覺得這邊不需要我們，反對我們可以不過來的，因為我覺得香港怎麼說也是一個就是遵紀守法的一個地方，所以我不害怕。有人踢旅客嘅手推車。如果你唔係走水貨就真係算數。我們都是兄弟，用不着這樣。我們得怪我們兄弟。我們也不是上這來搗亂來吧？我們是憑我們自己的工資給孩子買點東西。抗議嘅市民之後再到屯門另一個商場出邊，有人圍住內地旅客。開俾你睇下，好做唔驚啊！二大人啊！有市民拖住手推車經過，物品亦都被推跌。警方帶同警犬驅散人群。有人向警員掟垃圾桶。發生推撞之後，有警員攞出警棍同埋胡椒噴劑，要求對方後退。多人被制服之後帶走。聚集嘅市民離開咗巴士站呢一度之後呢，現場仍然有警察喺度戒備，巴士站嘅運作亦都恢復正常。無線電視記者周浩鏗報導。